今個星期港超入球數啊，五場嘅賽事總共有24個嘅入波，平均每場有4.8球啊。而如果咧有睇九龍城對傑志嘅呢一場波啦，仲有期待已久嘅前韓國國腳金信煜同埋前皇馬球員伊拿拉文迪同場演出啊，值回票價。多謝支持香港波迷，希望你同我一樣都中意香港足球，記得訂閱、俾 like 同埋多啲留言同我一齊傾下波經啊！啱啱咧就上演咗5場嘅港超聯賽啦，先講下咧第一場啊，東區對東方嘅雙東戰。賽前東區咧就排喺第9位，東方排喺第7位，大家咧都係同分㗎。估唔到咧要打亞洲賽嘅東方近況啦都幾差喎。自9月27號銀牌贏咗港會之後啦，成個10月都冇贏過波啊！咁東區雖然8日3賽啦，今場堅持啦就踢翻一個防反啊！咁對比起上一場啦，對九龍城踢得嚟咧係有效好多啊！成場咧就係等一個機會啦，就俾顧斌啦、賭哥、舊東家啦就入波助球隊係贏波㗎。東區呢一場波又有翻電子廣告版啦，咁睇得出佢哋都好重視嘅呢場啦，佢哋嘅球員踢落咧好落力啦，贏波賽後教練團啊、球員啊都好興奮啊！東方啦，而家嘅球員啦係好冇改變戰局嘅能力啊！賽後佢哋喺聯賽榜咧排喺第8位，只係咧叫做得失球差咧係贏咗南區嘅啫。如果到冬季轉會窗咧都冇咩大變咧，下半版咧一定係預咗佢哋啦。同時間另一場大埔主場對住流浪啦，唔知點解今季啦明明咧就係雙數隊，理應聯賽榜咧就會睇得好清楚啦，但係咧就係有啲球隊咧踢多啲，有啲就踢少啲。流浪就係上星期無啦啦就冇比賽嘅，本身榜首嘅佢哋就因為上週傑志同北區啦有比賽而跌落第3位。我形容兩隊啦都係各踢半場好波嘅，上半場流浪捉到一個機會啦就領先1-0，可惜之後有幾次嘅機會啦都未能拉開比數啊。而大埔堅 Sir 繼續先以副選上陣去踢呢一場波，亞冠2嘅主力下半場啦，如果有需要嘅時候先出嚟搏殺或者 keep 狀態。今日咧名單中啦，我自己覺得驚喜嘅係有已經升做助教嘅巴西中場謝臣，竟然咧係正選嘅當中啊！不過咧，只係俾佢踢咗半場咧就收起咗佢啦。其餘仲有門將就用咗盧少奇替代咗謝家榮啦，宋雲毅、鐘偉強、尼高拉斯啦都喺正選嘅名單。盧卡斯咧冇見一排都復出啦。上半場大埔係踢得冇咁好㗎，但係當下半場換翻馬卡雷拿之後咧，運氣就好似喺翻大埔嗰邊啦，只係短短出嚟2分鐘就搏到對手嘅烏龍波啦。流浪咧好似突然間係驚一驚咁，企都企唔穩，15分鐘內接連失手就由1-0啦變成1-1，再變成5-1啦。最後81分鐘再俾馬卡雷拿入多球啦，大埔反勝6-1完場。堅 Sir 啦，可能都要研究一下啦。喺冇咗班主力嘅時候咧，球隊點樣去取得平衡呢？佢哋唔單止咧係要打亞冠2啦，之後嘅大埔咧仲會有其他嘅杯賽賽事啦，同聯賽之間啦都要多線嘅發展啦。咁呢1-2場咧，見到佢哋一出副選嘅時候咧，都唔算話真係踢得好好嘅，叫做最後冇失分咧，真係好好彩啦。而呢一場咧，確實會令到大埔喺嚟緊亞冠2作客北京係打咗支強心針，希望佢哋都會有好嘅成績翻到嚟。夜場嘅時間啦，理文主場對住榜尾嘅港會，港會咧仲係似係撐一個咧中鋒啊，而家主要咧就用阿黃力威去踢啦。如果咧有個正宗中鋒咧，我覺得佢哋嘅陣容上邊會比較好啲啊。理文今場咧就似乎係大開殺戒啦。今場呢係各球員啦配合咧都好似係好咗啦，進攻演變咧都做得好咗嘅。咁拉邊啊、入楔啊呢啲都有啦。當然港會始終都係一隊弱啲嘅球隊啦。咁希望理文啦可以透過呢一場波，令到佢哋係有翻信心做呢一個咧華麗嘅陣容啊。咁最後理文係以7-1啦，就係完成咗呢一場嘅賽事。
而星期日啦就有九龍城對傑志啦，主場咧係輸0-5嘅。九龍城嘅狀態咧就係有啲飄忽啦。不過正如頭先所講啦，聯賽各隊嘅比數場次就不一，而九龍城正正咧就係踢得最多嘅最密嘅一隊球隊啊！而家咧已經係踢咗10場波，而有睇呢一場波嘅球迷咧，相信都會開心嘅，因為有前韓國國腳金信煜啦，前皇馬球員伊拿拉文迪啦都有落場。伊拿拉文迪咧明顯狀態唔算話太好嘅，主要做一啲簡單嘅工作啦。咁但係呢一場只有第一場波啫，相信之後都會有好多嘅機會。咁值得一提咧就係李文嘅艾華頓啦，同今場傑志嘅祖連奴咧都個人咧冇志氣法啦。咁我認為祖連奴咧表現咧本身都係麻麻地嘅，不過入到波咧咁已經係好好嘅事啊，仲要3球啊！希望佢哋嘅運氣係可以帶埋落去港隊嘅比賽。而另一場呢，就係北區反勝2-1就贏咗南區。南區就有肥棒先開紀錄啦，都係一個港隊嘅球員啦。咁希望佢都可以呢，就係有好嘅狀態帶埋落去港隊啦。而北區嗰邊呢，我想講就係格蘭特已經係連續第6場有入波啦。咁每一場佢都有入波咧，呢一個數據咧，相信喺港超裏面咧都係少有嘅。而北區咧，我自己感覺上啦，雖然可能開局佢未必係話真係做得好好，但係佢經調整之後咧，好似呢一場咁，下半場咧佢可以回復翻狀態，可以咧就係入波甚至反勝咧。好似今季咧已經係唔止呢一場噶啦。咁我自己覺得咧，佢真係有黑馬嘅感覺啊！唔知有冇機會就係創造奇蹟呢？暫時聯賽榜上咧，傑志咧就以不敗啦，係排喺第1名嘅，同北區咧都係同得14分，但係傑志咧係打少1場啦。排第3嘅有大埔，第4有理文，第5係流浪。咁流浪同理文咧都同樣係有10分啦。而去到下半版啦，就有九龍城啦，東區啦就有8分。東方同南區咧就有5分嘅，咁最後暫時仍然係包尾落後2分嘅係港會。喺呢個星期嘅週中咧就先會有2場嘅亞冠2嘅賽事啦。星期3先有就係東方主場對住就係泰國嘅拉查布里，呢一場波啦就會喺夜晚嘅8:3開波噶，喺旺角大球場。而星期4咧就會有大埔作客去到北京對住國安，亦都係8:3開波嘅。去到嚟緊星期6日嘅港超聯賽咧，就只有3場波啫。星期6啦就會有南區對住傑志，星期日啦都冇辦法咧，就係可以走2場嘅。咁先有就係3點鐘啦，有流浪對住東區。晏少少4點半港會時間啦，就有港會對住東方。多謝支持香港波迷，希望你同我一樣都中意香港足球。